平东高速的广兴广福两村，在天人宫太鲁关也两造总头的居民，行业强头，没同其他六队地区无嘛共用，伊能讲太鲁关强。200年前开张计下，总督会作为太太杂的设施来批下，苏古太鲁关也变做全台湾体育的设施工信仰文化。今年太鲁关人办的设施工文化节。从其以来，用舞台戏来推广客家文化嘅4的剧团团长邱凤勇，每本也贴配的地方文化相多以用同传统舞台戏无共用的方式，重新诠释的设施工嘅传奇故事。财水大众，要击鼓不变，要时时何在？老师啊，是太子。太鲁关顺天宫的庙票，他喺度1000锣鼓音乐上，大家都懂跳，1000年度。出现了一个唱声音的安歌的4个人工的，当歌还有一个唱苏巴庄安泰的舞台戏人工的表演。平东烟的浓，古树摇。太鲁关就位于屏东县高速乡的东南偏，包括了广兴、广福两个庄头。这里3年前，去年为剧团的团长邱凤勇到太鲁关拜访朋友的时节，槟榔园度将近4公尺安高的设施的，天天相当其的注意，也以为创造一出用设施工作主题的舞台戏的想法。记下提个设施工人这边看到时节，记迄个林南头的时节吼，林南头的时节啊，顿多个天色看起来有一些雾雾，好啊雾呢，你看个设施的时节吼，这时节都以后摆都会输的嘛，吼，槟榔人吼输的都没个清楚吼，记得安泰的样啊，记都本来的一个感觉一个震撼啦，像我讲一个东西吼，虽然讲我看到很外形，不过我又感受到伊本身伊个种的灵气。设施工系太鲁关人200年来信仰的神，早啲清朝乾隆年间，是广东来台湾开垦的先民，伫太鲁关落脚，使一切有天灾，收成也唔好。故所贵庄的人穷合用石块、糯米、老式石骨，伫庄头作为一个设施的，伫这样形式做风调雨顺的。前头那个时节，日刚中的时节吼，每到10月冬啊，10月了暑果的时节啦，全部都到西卡风。西卡风一所谓哦，谷水啊，就胖呛呛的，哦，但是吧，每年都安尼。所以吧，新民人继续讲啊，无能安尼，做2014工，日太长日高，吼啊，尽宽心。伫这样时，太鲁关顺好，单单系原住民的部落，按国泰伫庄都的设施的，也变作客原住民的守护神。咱啲原住民吼，讲到设施工要几强，吼。像咱头摆做生意一样吼，叫鸡的炖窟的吼，潘先生怎么讲？警察来哟，我做要强，意思讲咱哋富贵原住民吼，你搞生意嘛呢？生意叫鸡唔通花，就讲，设施工要管人咯，吼，生意就会强。这属过太鲁关80年的设施工，三地1957年不太水的时节，本太水打走埋汰，太鲁关也变做2个
变做高纤高服量的钟头。施老大是伊喺西元1777年建造的，而且可能俺哋村庄的前面做守护神，好挡风、挡水，还有挡邪。啊，在1857年，因为俺哋口社溪整个河流改道，把我们村庄往我们村庄俺哋太水冲进俺哋村庄去，把俺哋施老大整个冲了不见了。无被按照上路太野测施工的保庇，太鲁阁ក៏出現一道天災。一直到日本書的時節，總督的老宅嘅貼，ក៏做一個測試嘅。1857年到1918年嚟炸米韓文區我嗰度嘅天災，還有風災嚟到，村民咧收成也冇嘛好，都會搶食人咧馬祖娘講，ក៏做一隻測試嚟保護俺。第一隻測試工就被按照16日，這樣時就用老總理府老屋同樣的磚嘅瓦來做，因為按樣當鐵片的16日瓦瓷其實就係瓦，四腳就係用磚頭貼起來嘅。做施老二時，因為喺1918年嘅時節，所以佢嘅材料還有設備有磚塊，而呢磚塊是鍾理和的故居的父親鍾振龍嘅要佢係磚窯廠跟提供嘅。好，嗰啲磚塊同埋咧鍾理和故居嘅磚塊來源是一樣的。不過16日並冇一切事故的太魯閣，聽講頭擺因為居民到隔壁莊頭搶水源，直接會上大被捕。隔壁村人就前嚟發誓，破壞了16日嘅成績，本16日冇會成立。枕頭底勢。為着潮西公阻擋水源這件代志，非常憤慨。本強受到百姓的管托，有小鄉當然有保庇。一段故事也變做戲劇嘅演出時節的高潮。不過戲劇嘅唔單止用神奇嘅開水、涉水來呈現輪貫輪水法的制度，更加重新表現呢各種條信仰的矛盾。更要請嘅法師來做法，半夜時偷偷的就對我哋施老二嚟只，呢個師傅扛嘅只，當日咧神殿下去，就把我哋施老二嘅神力整個瓦解下，所以破壞下。所以人們看到我哋施老二經過，就俾人冇神力保護，所以佢風化會嚴重。有燒香就有保庇吼，阮這個鐘頭甲你拜拜，希望有保佑我哋一個鐘頭，有一個你講四季呢吼，你講做得豐收吼，一個水源吼，也非常的充足吼，不過。咱隔壁嘅總條嘛嚟保庇，按做伊啲神明吼，冇可能講符合到我要本一個總條水流按銷，冇可能我本要本安尼。16日冇會成立，到民國初年，總督嘅人要結貼，佮做一個施老三，鳳毛奶做嘅707，本施老三看起來有些嘅現代感，到1984年嘅時節，聽講。做光復大橋嘅人操作，得到測試工嘅項目經過3可以防災，故所用大型嘅機械熱出嘅施老太，嗰陣時幾隻裝頭，還加係人斬人搶下來驗價。個老闆就順勢歸手，所以佢感謝個測試同佢提醒，所以佢願意用假嘅做橋嘅重機械同俺天數俺太魯閣嘅村民。把那施老大給挖掘上來。太魯閣測試工嘅傳說冇按樣就停下來。2009年嘅8月風災，橋沙係拔太水，太魯閣嘅駁扁鐵，太水打入來，10個人隔壁天橋被打壞，看見太水在打入總督，打完嘅辦網屋過後，設定一個太橋流到咗橋沙海，村民都見討論。大家都相信，也係測試工獻靈救嘅村民。拔風災嚟到，拔太水嚟到，抓到測試工地少嘅呢？地少呢？我喺度看一間厝倒無。
一间厝倒来啊，迄间厝无倒来，阮整个阴解啊。几斤钟安尼嘛，几斤钟啊？因为天安尼上游，天安总头的上游溃堤，啊，结果个水吼，过去个摕总屯的田方安天丘方啊，顶一天又顶几安尼河坝，一直听老人家讲句啊，讲石狮公的句吼，拿亲眼所见啊，洪水洪台啊，作太水安尼，第一天又顶几住好到。上阳山嘛，今晚无可能像安尼，去到要流几河坝袂当。是出现的传说出现伫木祖头前，太多官员动心，就算开庄以来，经过几啊摆的太水在海，有的位太多官员顾不着爱以脑摆来立作，不过特别拄到年节挂节，带领外庄的村民都为国家的大事，做了一片拜石狮公。一路下二台讲点石狮公的传说。过年前夕的时候，咱人们他本俺的村民哈，来庙方拜，也要向我来俺的石狮公来也向我拜。啊，但是俺听见伊石狮公的声音，俺就特别同提俺的师老三个只做俺的石狮公的祭典仪式。跟带太岁来挂节的时候，跟出来带石狮公来行行，跟要介绍哦，你讲啊太鲁关，因为在太鲁关。石狮公信仰在台湾无嘛吼，就太多观念有，吼过铁树。一传了200多年的信仰，太多观念也有无同样的祭祀的礼俗。伊信仰过铁树啦，伊无拜送肉，伊拜生肉。吼，一般迄边咱创业拢个鸡嘿，有鹿角吼，啊拜石狮公毋是鹿角，吼啊无标自炮。因为是要讲要分自炮合作，所以冇打自炮的。石狮公对太鲁官人很重要，希望剧团爱做石狮公的故事，听出特别生意。故说邱凤勇自2011年就留学到太鲁关来做田野调查，向佢开嘅布袋戏班，而本当地嘅村民4年来学教布袋戏。我哋花1-2年嘅時間譬如講一篇。石獅公嘅過生日、年宵、晚火，一片有發通嘅時間，我就盡量參與，必定認識我哋。好還個睇一個菜地盤一個布袋戲嘅一啲你講練習本一個菜地嘅人來教布袋戲。觀眾睇啊，觀那行。好，觀眾睇啊，所以觀影行，轉個嘢那個。為了本菜地人也做得參與，就算演出前則做得臨時學起來，由鳳勇還係安排一個角色，由太魯官人來做，表演用嘅格拉貨嘅絲路葉。也係教本菜地人來做。邱團長啊，佢嘅表演嚟擺布袋戲啊，佢哋講有需要用到俺哋嘅石獅嘢安尼模型，冇人曉得做嘛，因為我以前太魯關嘅弄獅班啊，就用那個玻璃纖維嚟做嘅獅頭啊，我做過，我講我曉得做，我曉得做，我能做嘅。一套戲做到行較菜地，講嘅橋拍再用到太魯關曲，不過太魯關曲總講20年來用，冇按改學。邱鳳勇就提早到幾年來做太魯關曲模擬教學嘅文師傅經營嘅面談，一時一擊來練。我石獅公實派，太魯關有實派，實派。實派太魯關有夾難逃，聽我講，我有一個重要嘅任務教。重要嘅。重要嘅。重要嘅。係重要嘅。重要。唔係重要嘅唔係嘅重要嘅。重要嘅。嗰度安尼生嚇，你啱啱點樣講？做安尼回音嚇。除了各具代表性，俺大约有分安G7C，俺的 G7C， 啊，C 而支持是发音
有四个上吼，啊，咱嚟冇四个上嘅机器式，比如讲作嘅，一般讲西人讲作嘅，吼，咱嚟讲作嘅，这里啦哈，亚米，吼，西人讲亚米吼，咱嚟讲内米。好，梦想都排安好感，再我用力一些，有可能1、2、3。跳拍岛嘅泰鲁馆强以外，佢即起到传统舞台戏，等等老嘢为主无同样嘅，还有岛嘅一道角色无同样嘅情绪。去年嘅 V 亚嘅劇係寫嘅吉他條主題曲，觀眾處處在聽到音樂，感受到角色的情感嘅變化。因為人工嘅呢，伊按說，伊同真實嘅人無共樣，伊嘅目主宰啊，或聽同有表情吼。啊，人工嘅係無，唔得比有表情嘅方式，唔會用再講用動作。嚇，那個嘅方面，如果有這種嘅上嘅部分來表現，嗰是我哋表現嘅方式，如講睇得啊有曲。啊，傳統嘅曲都唱，可能唱白管，還是講掛調，我哋用曲歌曲嘅方式來處理。為什麼以前的人要挑水？好辛苦哦！哎，走快一點，走快一點。好啦。你可不可以小力一點啊？小力點，水很珍貴啊。對啊。哎呀呀！来做命，本该如此。本宫嘛是为着南华村的村民设想。一下抗地舞台後背教人工嘅，一下要走於大鑼鼓，定下又要到面頭前用身體來表演。大量嘅容易的人工嘅向下演出，武功劇、直頭鳥一條，輕鳥嘅舞台戲，做嘅唔係傳統嘅舞台戲。因為我們總覺得傳統的偶戲、傳統的東西跟我們是有距離的。那我覺得戲友子在這一塊，就是會一直強調互動這件事情，要拉近啊。那除了我覺得就是它會有一種效果，就是除了就是傳統的東西是維持之外，然後還加上很多創新的東西，所以它就變得非常的活潑。你確定這個是神兵利器嗎？像不像？不像。這明明就是之前在桃園3條線的黃色小鴨啊！不然你試試看一下。我試試看好了。聽說水鴨。無限節就是講係一個劇團嘅特色，更加有一道聲音高嘅東西，然後專做演出嘅格拉貨。研究一多年以後嘅黃色嘅細阿伯，一拿嚟表演劇情度。當受到美國、日本漫畫影響嘅團長講，做戲做係要好搞又神奇。因為團長本身他就是喜歡我覺得他受到日本、美國那漫畫的影響很大。對啊，然後還有尤其像日本的一些超人啊，然後那個鹹蛋超人之類的，所以他做出來戲的風格就會很特別的豐富。兩年前開始來1、2、3。因為也觀啱嘅戲出啊，冇一些嘢搞東西，因為觀眾冇，我推廣啊，觀眾唔係搶講老人家，睇嘅是合法人，嘛有睇唔是合法，還是講外來嘅人吼，觀講客，吼我哋一啲推廣嘅立場，當然希望講有個基礎講，有嚴肅嘅，嘛有鬧熱嘅，嘛有好搞嘅，嘛有神奇嘅，係嗰些都要改一啲東西啦。萨卡兰西虽然張牙舞爪，但是生命與水不可分。所有關於水的愛與恨，都是這片土地的一部分。觀眾看到見啦，想見到沉溺劇情，也最想我土薩時光嘅傳說故事，傳達出自家表現出來嘅觀點。睇下個戲劇地圖呢，戲劇地圖一表現嚟講。睇得水鐵社會乜嘅情形，如淋水飯，嚇愛開水。天嘅水鐵道呢，如果不太水災嚇，所以壓量方面呢，如講一啲愛呈現呢，如講表現出來，如講
水铁道的时节的一种的招太水、改情故啊，吼，还是讲赏戏。图传说故事文史调查融合，本以现代的观点，第按艰难的传统艺术的如何，去年的剧团十万用唔传统的方式来重塑传统，啲好看的基础学，本色嘅变作民众认识乡土的媒介。